我叫陳忠義啦，好多人叫 Alan。咁我嚟自商界嘅，咁我本身喺一個上市集團裏邊做首席營運總裁啦，亦都係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，已經係3屆嘅啦。商業經驗啦，同埋政策研究嗰方面都有一個雙重經驗啦。而家成為立法會嘅一份子，我係嚟自選舉委員會，有40幾個界別。喺選完之後，我哋應該定期有個渠道收集各個業界嘅意見，係發掘業界同埋社會議題，帶翻俾政府去完善政府相關嘅政策，同業界肩並肩、手牽手去解決問題。4年嘅時間好短嘅，點樣可以回應咗選民喺4年裏邊嘅目標呢？我口號一樣咧，專業議政、長遠規劃。我未冇商品期貨，冇貴金屬，冇能源，冇外匯，都唔係亞洲第一。我哋補足頭嗰5年係追星趕日，追過新加坡，趕過日本東京，跟住嗰5年咧超過倫敦，超過紐約，成為全球第一。早啲俾全球資本知道，令到全球資本往香港跑。其實你背景咧仲有航運啦，同埋旅遊嘅背景啦。咁其實咧喺我哋即係香港未來呢方面嘅優勢咧，你認為其實仲喺邊度咧？鞏固地區航空輸口，就鞏固這個旅遊支柱，同埋鞏固呢個環球航運中心咧，就保住呢60萬、呢70零萬人嘅非技術勞工持續就業。咁香港政治就穩定啦。